6月9日，香港荃灣中心因為燒火牛大停電，影響近1000戶居民。佢哋上落要行樓梯、拎食水，雪櫃入面嘅食物擺足一日已經壞晒，都未必有錢賠。但你又知唔知喺英國，如果發生停電，政府規定電網公司必須賠錢呢？根據英國 Ofgem，電網公司如果未達到法定標準，就必須向受影響嘅人賠償。而唔同情況下賠償金額都有分別，例如受影響戶數、停電次數都有影響。遇上翻風落雨，電網公司賠得仲金。事關2021年風暴阿雲，令多地停電超過1星期。政府之後檢討法例，大幅提高惡劣天氣停電嘅賠償標準，起始金額為90英鎊，最高可以索償大約港幣2萬幾。留意翻，唔少人都唔知係要揾電網公司而唔係電力供應商賠錢。簡單比喻，電力供應商只係收費處，電網公司先至係負責維修屋外電線、變電站等設施，而且係按地區劃分，冇得揀。提提大家，停電嘅時候最好留一盞燈開住，咁你就大約知道幾時復電。如果你想知具體索賠程序同埋其他魔鬼細節，例如電網公司遲咗賠，你點樣可以再拎多啲賠償嘅話，請加入 Panda and Partners WhatsApp Community，等我話你知。